欢迎收看《台湾世界》，我是阿明张伟民。咱看到美国国务院次卿 Keith Krach 来台湾访问，蔡总统咧是望讲台美双方会当量早进行着咱所谓的台美经济对话，然后增加密切的谈判关系。其实咱们看到讲，这回次卿 Keith Krach 来个台湾真正是确立着咱讲台美经济对话这个机制啦但是咱们看到讲，这回要讲到什么咧？这个机制。等下，咱咧伫8月30日这个 AIT 所发出的这个部分咱豆豆来讲起啦另外这个蔡英文总统嘛讲台湾是全球供应链真关键的这个力量。那么知影这个 Keith Krach 伊嘛是踏入这个中共供应链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组织的这个次卿啦所以这回来中共真正是看到这个部分真正开始搁起无空那么看到讲中共军机不断侵扰到咱台湾，真正是有够接的接啦若是讲下过中线这个海峡中线佮侵犯咱讲西南航空识别区这个 ADIZ 啦蔡英文总统就讲这呼吁中共你就要克制莫佮直接起无空。那么看到讲最近这个中共啦安尼一直来这个是歼16这个战机啦其实因安尼下这个中线，咱就讲真正是这个民用武器的这个武器啦另外咱嘛讲这个战备时期，咱过去有这个第1级啦就是讲做一回这个攻击的时阵，这回咱讲已经改做是这个自卫的这个反击权，这到底是啥物意思？咱等下好好来去讨论就是讲真像咱的这个国军伫咧无休战的这个时阵遭受到攻击或者是敌方已经伫临战时期已经对有咱真正有攻击的这个意图，第一线这个作战人员会当得到授权以后，真正会当开火来去应战军方的这个官员嘛强调讲，若是真正遭受到攻击，咱一定会来做反击所以咱嘛讲国军和中国解放军拢讲哇，若是这个部分咱未开这个第一枪，但是咱看攻击自8月到今已经3摆下过咱这个中线，而且咧这个战机啦距离新竹敢若是68.5公里真强这个起无空，甲咱打下这个意思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对话。这边先来邀请3位来宾，第一位来宾邀请咱的老朋友，时代力量国际部主任刘树杰。大家好，这位你好。第二位来宾邀请到台湾经济研究院院长张建一。主持人、2位专家，大家好。第三位来宾邀请嘛是咱老朋友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坤基。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是啊，来讲到这个 Keith Krach 这回来访问台湾，真正咱讲是一个对话机制开始啦但是真正。这个中共开始直接甲咱打下，逐天18号18架这个军机来，19号19架所以这个动作是安怎？咱嘛看到讲蔡英文总统真正叫你讲中共，你就较站的先做来看。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为台湾西南空域高度2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为脱离。二早早起6:53分，有军事媒记录到咱空军再度进行广播驱离中共军机。搁伫同一天早起，美国海军 EP-31，也搁美国空军 E-8C 嘛伫附近咧巡逻。国防部对此无愿意证实。毋过18、19两天，中共连续派出有37台军机超过海峡中线。总统蔡英文呼吁中国爱克制。我们一般讲的文攻武吓，这不就是武吓吗？那我相信，这一些动作对中国来讲，对他们的国际形象来讲是没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呼吁中国必须要自我克制那不要挑衅。蔡英文认为，一连串军事活动唔但造成两岸问题，也阁有区域安全问题。中国动作不断，会当互人民更加警觉，嘛互人民会当了解中国政权的本质。中共军机一直伫台湾附近咧驶，尤其是美国务院次卿克拉克来台湾访问的时阵，学者认为中国透过对台湾威胁的力道加强，想要阻挡美国甲台湾的关系变好。我是觉得这当然是有它的一个针对性，也就是说，解放军透过这样的一个军事的途径，来达到它遏阻台美关系深化加强的一个工具的运用。那么这个部分是显而易见的。为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到国务院次卿克拉克，美国官员连续访问台湾。台湾甲美国的关系愈来愈好，但中共认为美国违反一中原则，想办法咧洗人。学者认为军事只是手段之一，也未到武统台湾的地步。不过11月美国大选结果会关系到美中台未来关系发展。记者郭灿秋龙上台北报道。
是咱看到中共这个强机吼，真正一个8月开始，甲即阵真正吼，拢是安尼来起无空。咱们看到讲吼，这个环球时报这个总编辑，伊搁伫伊的这个微博吼头顶写啥？解放军18号、19号连续2天真强度吼、真悬的这个军事演习哈，大量的这个战机哈，过咱讲的这个海峡中线。毕竟吼，逼我来吼，台湾岛啦吼，啊嘛吼，岛内吼，咱讲伊讲岛内啦吼，啊另外咧嘛讲吼，真正若是讲，哦，咱讲伊个对着吼台湾有咱讲台独的这个势力吼，又搁去影响到这个部分啦吼，伊会刺杀到嗰个巡防的这个导弹吼，飞越这个台湾岛啦吼。继续，咱先来请教这个 Jerry 啦吼，其实咱头段嘛看到讲啊，这个蔡总统所讲的。这个中共，你着卖吼，你着家己较站实的，啊，嘛要惊到这个国际这个形象啦吼，啊，中共敢有咧惊伊这个国际形象咧？中共当然是无咧在意讲伊的国际的形象嘛，啊，即摆两岸即个经济是一个非常咱讲非常tricky、非常危险的即个关键的部分啦吼，因为咱唔通袂记讲吼，美国的大选佫差不多44天就要举行啊，所以目前我安尼来观察就是讲吼。美国总统川普吼，伊某个程度上吼是甲即个美台中三角即个关系来当做伊个人选举选情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伊咧试探讲啊，中共伫这上尾44天，你要安怎来出牌？所以伊有真济吼对台湾非常看起来非常友善，即个动作。包括伊派即个国务次卿吼来到台湾，包括伊互即个美国驻联合国即个大使，甲咱台湾驻联合国即个大使伫New York，即个部分伫遐咧食饭，啊，叫去掉，啊，去放一个新闻出来，所以种种即个迹象都是讲，伊咧试探讲，中共伊当时会反击，伊当时会生气，这嘛是。所以咱可以看到讲吼，即个中共即个飞轮机啊吼，不断咧逼近咱讲这海峡即个中线，啊，所以讲吼，今日吼，咱嘛看到即个新闻讲吼，咱蔡总统伊嘛伫遐咧讲吼，咱无要做即个第一集吼 ，first try， 咱来做即个正当的回击，因为伊卖去吼。我咧想啊，蔡总统伊心肝就是咧想讲，咱无要去互中共去掠到即个小辫子，讲是即个台海即个冲突是台湾先去引起的，所以伊才有去下令讲吼，我们不会去做这个first strike 吼，所以讲为咱过去这3-4天，规台湾拢咧讨论讲，即个国务出境来到台湾到底是啥物意涵呢？我讲吼，即个台美吼经济甲商业即个对话吼，不管。港有伫即摆来举行，这拢毋是重点。重点就是讲，这台湾甲美国即个关系愈来愈好，愈来愈好。但是这敢是咱讲的 Trump 的一张牌尔吼，敢若是咱讲美国的一个棋子尔啦吼。咱等下过来好好讨论。咱要来看讲头拄 Jerry 讲到吼，11月初3就是美国总统大选啦吼。啊，伫咧这个部分，真正民调吼，可能 Trump 的这个部分可能也未入我来吼，但是这个部分就是讲吼，美国总统大选，因为咱讲的。有另外一个这个法院的这大法官吼 ，Ruth Bader Ginsburg 过身去了吼，民调显示讲62%的民众认为讲总统吼，这个胜选的人吼，伫咧1月20日的时阵就职了这个提名吼，但是现任总统 Trump 已经表明讲吼，真正。较紧提名啦，嘛有人讲吼，过去吼，这个大法官提名这个部分吼，真正爱是大选年袂当去提名，但是因为这个 Ginsburg 吼来过身去，所以爱紧提名，但是这都咱嘛头拄讲到，这个民调吼。尤其差真哇啦吼，所以若是讲亲像伫过去有一届这个总统大选的时阵，爱交由大法官来去做一个仲裁的时阵，这个。出亏欠亏的时阵，就增加了真侪变数。咱头拄嘛讲到吼，有人这个媒体报道讲，11月初3虽然是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吼，啊美国伫遮当无赢的时阵，中共就伫遮吼反台亲台，这个是上好的时机啦吼。所以为什么讲美国总统吼大选的时阵，真正这个权力吼，若是安尼抽起，亲像这个真空的这个状态共款，就是中共亲台上好的这个时机啦吼。啊，咱看到这个 Trump 我们讲的紧提名吼，来补这个亏。另外吼，咱讲参议院多数派这个领袖吼 ，Mitch 这个 McConnell 吼，伊讲参议院会对 Trump。提名的这个候选人来进行表决吼，所以咱头拄嘛讲到11月初3是一个真关键的这个部分吼，就是讲
真正可能拄到美国当咧无用吼，无法度帮咱台湾的时阵，中共就伫这个时阵来去还台。但是咱嘛看到讲，即阵吼，咱台湾的这个股市啦吼，表现了袂歹吼。但是这个大家拢讲吼，这个投资人毋是我个人的认为，因为咱讲看到强基安尼起无空，大家嘛已经习惯。但是这个外资无这个毋捌这个精细吧吼，因投资的点和台股安尼佫撑起来，因正毋是细嘛，咱继续来请教议长啦吼。基本上台湾股票即嘛，顶个月创历史的新高吼，这其实是预料中的代志啦。是。那台湾的经济面其实拢非常的好。2年前美中贸易大战，甲即嘛即个疫情吼，台湾的这经济国际国际上的迄个能见度大幅迄个提高。是。其实台省主席嘛有讲，咱蔡总统有讲，就是即马台湾伫全世界关键的力量，即马慢慢要显现出来。是。对，所以即马全世界拢伫看台湾你甲看即马咱防疫做了袂歹经济是全世界少数正成长的国家代表咱台湾其实伫咱经济迄个结构的调整，其实这2年。就是蔡总统第一任来做了袂歹，所以这个台海的因素敢会难参与咱这个经济发展内底咧？其实我是感觉是袂啦，是袂啊。我感觉是袂。即马中共即马就是迄个习近平伊家己伫中共内部嘛是代志真济啦。有影啦伊一定爱小可迄个分散一寡迄个焦点。OK。对，所以当然，大省迄个咱迄个Jerry 有讲嘛其实大选是一个真关键的迄个因素。OK。我是个人，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做总统，其实对中国的态度是未改变。是。只是讲迄个应付的方式，一个较定，一个较软啦。其实较早就是这2年中国的迄个。伊的底牌去用看了 ，OK， 所以较早民主党是较歪中共迄边嘛，毋过这边就是中共一寡迄个做法美国感觉中国袂使啊，是，较早是讲加入 WTO 市场开放会搁变较民主一个，较自由国家，结果即嘛愈来愈倒退愈，是，较早咱台湾就是讲。美国讲你台湾拢爱叮当迄边中国迄边伊会处理，结果即马美国无法度啊。OK。所以即马就是有一寡较亲美国的较民主、较自由的国家是。咱来迄个形成一寡迄个联盟。一个同盟啦同盟来共同来对抗迄个中国比如讲经济伊这边迄个出口有来嘛当然啦，伊讲主要是8主题啦，其中一个同重要就是经济繁荣的迄个网络，对，就是 EPN 啦这对台湾来讲是非常重要。OK。因为较早就是今年3月时阵，这个EPN 是开始毋过内底一开始无包含咱台湾。OK。我个人认为未来台湾伫内底的可能性扮演的角色愈来愈大扮演的角色愈来愈重要，而且加入这个你讲的这个 EPN 所以简单讲就是这个 economic prosperous network 是过去这个咱对这个中共的依赖有够重的尤其这个台商过去拢是西进的这个部分但是咱即马嘛有咧思考，美国嘛看到这个趋势要甲这个越南也好啦，台湾也好，拢来诱入来这个 EPN 所以咱嘛看到讲，这回这个促进来台湾，真正对中共来讲是一个这个压力咱嘛看到讲，这个强基世代18号，咱头拄讲18台，19号19台好你家在20号21号无20台21台但是咱嘛看到这个趋势豆豆咧称冠，有人讲这个过去这个第一级这阵明确的定义或者是自卫反击权尤其咱讲伫咧战时甲这个临战时期，拢有做一寡这个区别，咱先做伙来看。共军的飞机云南定了乱台湾，国防部甲国军备战规定的第一级定义修改成这自卫反击权。伫咧无半人、无胆寒，偏偏发生意外的3万击之下，
若是强机对咱进行攻击性的准备时阵，咱方会先发制人，执行第一级的自卫反击。国防部参考了联合国宪章第51条自卫权的定义，明确律定各部队的准据，来反制敌情的一个威胁。那么至于进入我防空识别区的基建，国军仍然秉持不挑衅、不确敌。说领空遭到入侵了，那就可以直接遂行自卫权。如果受到敌人威胁，那第二个回避之后，如果对方还是采取敌意行为，那就是合法的自卫。依照国际法联合国宪章第51条，国家伫咧领空、领海面对外来入侵有行使武力自卫权。专家认为，甲第一级甲反击自卫的中文概念分合清楚，会当帮助提升士气。另外，伫顶礼拜汉光电脑兵推的结果，若是面临强军的饱和攻击了后，国军恐惊有精准弹药无够，向美国方面采买维护的情形。国防部澄清，汉光兵推是做上严格推演，并没有弹药不足的问题，但是为了因应新情势、新的威胁，兵棋的推演，设定最严酷的一个作战场景。以公开资料来看，比如说反战车飞弹就不下大概3000枚，还有爱国者加上天宫1、2型，加上3型，这些加起来可能是将近800枚左右。专家讲，长程精准飞弹，譬如讲星光飞弹、爱国者这种精准弹药的价值，这是无对称作战的重要工具。未来台湾伫咧军备的整备，依然是重点的方向。另外，中国解放军伫咧台海演训了后，2日开始伫咧黄海做连续3天的实弹演训。国防部表示有充分的掌握。记者综合报道。现在要先来请教咱的这个理事长吼，第一级甲这个防卫、这个反击权吼，到底是啥物政策？尤其咱讲吼，过去是在平常时吼，也未作战的时阵，即阵吼，若是临战的时期，到底政策伫倒位？第一级吼，就是讲开第一枪。OK。我无开第一枪。中国嘛是讲伊无要开第一枪。是啊。美国嘛讲我无开第一枪。啥人要开第一枪？所以。足者迄个战争的形成吼，毋是讲啥物人真正开第一枪的问题。出火星吼，出火星的时本啊，擦枪走火，擦枪走火的时吼，迄就是上危险的所在。是。咱即马咱较早的时候，咱迄个啥，即个讲无第一级吼，意思来讲，所有的伫咧空中的即个飞行员吼，你袂使开第一枪去攻击啦。OK。你若讲开第一枪攻击来降落了哈，你要负迄个啥刑责，OK，所以你要有迄个判刑。即摆毋是啦，即摆小可改一下，佮讲，你也伫迄个啥空中的时，有了对方有甲你，不管伊是做啥物威胁，你也讲出火星的时吼，你要自卫啊，所以你要反击，是，所以即个反击的差别就在。你一点管的是，较早是第一级的是，袂使讲开第一枪的是，你也要开第一枪爱下骹，甲迄个主席官吼爱了解，伊下令甲你才会使开。即摆一点管的是吼，自卫的是，你要自卫的是，你开第一枪，下骹的人免迄个，你先开了，敢若讲通知，这个差别就足济啊。是，所以就讲，较早咱讲一句，将军伫外口吼，他有自治权的是所以这个啥，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意思就讲你讲你也得继续来加强武力，是文攻得是耍嘛那个蔡总统讲的，这就不是这个叫做武力。是你个要武力，你也讲哇，你第二段你讲好啦，你无中线，海峡无中线，既然海峡无中线，你也讲第二咱保佑咱遮的是，甲咱的迄个啥？那个领海这边的是，你是要安怎？咱嘛是爱反击啊。这个所在讲，虽然你无拍枪，是，但不过你已经入来我的迄个啥，迄个领海啊，瞬间伊讲好啦，像迄个环球时报迄个总编辑讲的，迄个啥，可能去甲你飞过迄个总统府，咱的总统府，安尼是咱爱拍无？当然嘛爱甲拍落来。对啊，所以你已经第啥？你已经下过这个界线吼。咱会记有一个迄个啥，1984年的时候，一只韩国航空公司飞伫迄个啥，迄个
苏联，迄阵苏联迄个远东用拍落，对不对？是。所以这个是啥？反击。OK。吼，所以咱哪种你今仔用啊吼做陪到咱台湾来，吼，咱爱反击无？是。咱若有反击的时，咱会讲这是自卫权。OK， 这是自卫权吼，咱搁继续先带大家来看吼，这个规连线吼，这个小连线3天吼，有这个歼16吼、12台吼、歼112台吼、歼10 2台，啊，搁有这个运8这个反潜机吼1台，另外搁有轰8吼，这个2台吼，其实这个歼16吼是这回。咱才看到吼，等下使好好来讲吼。但是咱看到这个防空识别区 ADIZ 吼 ，ADIZ 的意思就是讲，你若这个飞行机直接飞起来，咱都这个应该有法度吼，侦查到啦吼。啊，其实这回搁下过咱讲海峡中线吼，直接起无空。另外咱嘛讲到，伫咧我新竹的这个所在，上底距离这68.5公里吼。啊，若是讲真正来到咱的这领空差不多是12里的这个部分吼，但是这个部分已经愈来愈超过来。头拄啊，这个咱讲李处长嘛讲吼，真正若是已经下过咱海峡中线，尤其搁已经接近咱的领空，到底要拍未拍啦吼。啊，若是讲真正要亲像这个胡锡进所讲的，飞过啦吼，用这个巡航导弹飞过咱台湾，咱到底是要爱炸无？这唔是已经唔是开第一枪、第二枪，这已经是反击作战的这个部分啦吼。继续咱先来请 Jerry 哈，这回咱看到头拄咱嘛讲到这个胡锡进的这个因素也好啦吼，民疆武器哈做回来，啊，强机咱头拄嘛讲到，真正到底想要开第一枪，双方拢讲袂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美国伊嘛要开第一枪，但是真正若是发生咱华语所讲的擦枪走火，台语讲出火星啦吼，哎，中共伊若是这个起武康的这个所在，真正飞行机落落来，也是要算上的。这个擦枪走火，我个人认为不是无可能，虽然我就希望讲因莫发生啦，吼，因莫发生，因为这是咱对台湾，因为咱台湾已经很久没有战争，阮真久拢无战争啊，吼，所以我希望讲因莫发生，但是伊并不是讲无可能。你看这个 ADIZ 这个图，其实吼 ADIZ 吼伫国际法来讲是无什么效力啊，因为你看那个 ADIZ， 伊个有去为着到上海迄边嘛，所以这 ADIZ 是无效力，但是领海甲领空是有效力。海峡中线是两岸伫过去长期一个默契，伊嘛无什么效力，因为海峡中线迄距离是大于领空，所以真正有效力是12海里的领空啊，目前是未到迄个线吼，但是嘛是非常的危险吼，所以我希望讲这莫发生啦吼。啊，我是这2天伫民协顶头，我是一直甲大家讲吼，咱要有这个准备吼，因为中共这个飞行机吼，咱讲伫天空安尼擦枪走火，你讲谁要发第一击哦？这并不是讲无可能去发生的代志，啊，那是讲无拄好啊，一时的情绪可以起来吼，啊，有一些冲突吼。其实这都是创伊要去看到这个画面，伊就是伊想要看。伊就是希望讲吼，中共吼是来拍台湾，安尼美国都有一个正当性来介入台海这个情势，因为目前川甲拜登的民调是非常的接近。但是若是讲即马伫台海有一个战争，美国来出兵吼，只要有战争吼，美国的现任的总统的民调佫会起来。这对川本身伊家己的选情是有帮助。但是咱嘛看到讲，这个参众两院吼，其实嘛有这个反台湾吼迁入的这个法案吼，所以敢若对 Trump 有利吗？咱嘛看到民主党最近嘛拍这张牌啦，台湾牌还是讲吼反中牌这个牌嘛甲出来。对，因为目前拜登甲 Trump 对台湾这个政策，对中国这个政策，拢无讲甲真明。啊，莫佫袂记讲吼，这个美国驻中国这个大使吼 Terry Branstad 吼，伫2礼拜前去互换掉。所以即摆大家拢咧观察讲，到底美国不管是 Trump 连任，还是讲拜登伊赢，未来美国这个对中国这个政策，伊要安怎行？阮大家拢过来看。拢爱搁继续来去观察吼。咱继续来请教这个院长啦。头拄仔咱嘛讲到，台海真无平静吼，啊，尤其这个 Trump 想要看到这个 October 这个 surprise 啦吼，啊，有可能伫咧9月时阵，这 surprise 就出现啦嘛。啊，对这个规个吼，这个亚洲的经济是讲美中贸易战，这个有啥物影响无？其实大先迄个咱 Jerry 吼，因为迄个
国际战略来看，我是为规个全球的供应链来看。其实我大先讲因为这边台湾伫全世界全球的供应链的能力慢慢显现出来。其实美国较早当然嘛是了解台湾，不过对台湾伫国际上伫全球的产业的供应的能力，你无法了解。所以较早所以今年3月时，大先咱讲的 EPN 嘛，台湾无伫内底。是。其实你甲看，你大先咱主持人嘛有讲嘛这2冬美国有通过一寡对台湾友好的法案，迄是去年就开始啊啦。毋是今年才开始，所以你甲看，因较早嘛是讲了解台湾伫即摆印度太平洋的重要性，迄是算战略上的考量。不过即摆经济上台湾伊即摆就是弄一个EPN， 咱大家拢知影，较早 TPP 因为川普退出嘛，即摆日本主导或者 CPTPP， 是，对，即摆不过 CPTPP 是一个足侪国家FTA 啦，不过即马因为较早因为川普退出的主要原因就是讲，较早我拢美国拢让恁遮细汉的，所以即马要重新来谈判。即马弄一个 EPN 其实有这个效果伫咧这个还伫内底。台湾一开始7个国家嘛，参美国7个国家，所以我感觉未来这边促进来其实就是算。互恁台湾一个门票，准备要互台湾入来，我个人的解读是安尼。是啦，促进互咱一个门票伫这有要补充。我补充一下，咱那张议长伊讲得真好因为即摆这边这个国务处去来到台湾，其实整个关键都是伫这个咱讲 EPN 这个所在，就是讲美国未来这个全球供应链经济繁荣网络是不是甲台湾有入去？若是会当入去的话这会当讲对台湾来讲非常的重要。所以这边这个促进伊咱这蔡总统有请伊食饭嘛咱嘛看到这个张忠庙啦张忠庙这个台积电这个方的伊嘛有去食饭嘛，因为这个台积电今年当宣布去美国去投资嘛，所以讲张忠庙伊本身去食这顿饭会当讲。甲即个美国促进一个信心喊话，就是讲，阮是徛伫总统这边的所以你爱对咱台湾有信心。未来美国这个 EPN 这经济繁荣网络，阮台湾的企业家绝对是甲政府徛做伙安尼。所以我看到讲，这个有一个沈荣清这个教授嘛，伊嘛伫遐咧讲，奇怪，有2个这个。经济工商大佬，这个王文渊这个党的，还有这个林柏峰伊拢讲奇怪，这摆美国的促进要来谈这个代志，安那拢无先甲阮讲所以我无去甲因见面阮嘛是会当去想讲其实未来咱台湾的外交咧向前冲的时阵可能嘛是爱去加强甲咱台湾。国内这个企业大佬去协调，去沟通，可能咱即摆台湾要行这个方向，嘛需要咱各位企业界，咱共同来合作安尼。当然，咱嘛知影这个企业界有诶已经伫中共还是中国有真济咱讲布局尤其这产业要叫伊刷顶当嘛是无遐尔可能所以咱嘛看到讲这个 Keith Krach 这回来甲台湾真正有讲到的部分，所以咱讲无甲伊定调真正是一个较。正式的这个对谈，尤其咱讲真侪官员是去甲因的饭店，都真侪少讲法啦但是咱嘛看到初步来讲至少啦咱过去咧讲这个5G安全，咱嘛看到讲过去这个美国就这个Clean Network 这个部分啦所以咱嘛是红列做是真好的这个国家。另外所谓科技的发展经济繁荣的这个网络头拄咱嘛一直讲过，这个 Economic Prosperous Network 啦，就是过去咱讲对中共依赖有够重的啦所以即阵咱嘛爱回头来甲这个美国来去做革命甲过去这个技能千万唔通搁放伫咧共一个篮内底啦所以咱嘛讲到全球供应链的这个定组，真正美国这回甲咱放伫上重要的这个位置。
过去咱嘛讲到吼，武汉肺炎，互咱即届即个机会，啊嘛看到讲规个即个台商吼，豆豆咧刷出来吼，刷出来即个中共吼来去甲即个东南亚，也是刷到咱台湾拢好啦吼，所以这拢是有基本的即个共识。咱嘛看到讲中美即个出席吼，嘛是讲吼，咱即回有看到讲甲美国有一寡合作有投资啊吼，即回嘛互美国一个真大的即个信心啦吼。另外，即个机制已经成立啊吼，未来嘛是由即个 Crutch 吼来做即个调集人啦吼。咱嘛看到头拄即个工总即个理事长，甲工商协进会理事长吼，即个加拿大即个 York 大学的即个教授啦，伊就讲用行动表明，你已经选择中国吼，甲拒绝即个美国吼。咱嘛先来看讲，即个报道到底是安怎讲的？美国国务院次卿克拉克顶日来台3天访问，除了参加郭总统李登辉对书个别礼拜，也甲咱国政府高层加调会谈。外界关注会谈的内容，经济部长王美花20召开记者会说明，因为即摆是非正式的对话，双方主要就台美经济7大议题分享互相的政策甲做法。5G 干净网络，产业供应链的重组，印太战略、西南向政策。基础建设、能源、投资审查，还有全球妇女经济赋权等这些议题来交换意见。王美花强调，双方拢有共识要量早安排正式对话，也毋过具体形式较日期还未定。因为总统蔡英文有邀请克拉克次卿到官舍参加晚宴，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也是人客，敢是有特别讲到台积电去美国投资等议题。王美花表示，咱国主要针对国内半导体生态合作说明，无涉及个案。各界也关注，敢是有讲到 BTA。王美花解释，即摆主要就国务院主导的战略层面经济合作事项来讲。BTA 主要由美国贸易代表处负责，有进展会个对外说明。国务院跟 USTR 确实是2个不同的单位。那不管哪一个对话，应该是都对台美的深化合作有很好的关系。我们希望能够透过 BTA 的签署，更加强美台之间的经贸关系。我想它应该至少虽然没有谈，但是它应该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强烈的讯息。甘业总会秘书长蔡连生也提醒，咱国家美国讲贸易协议进程，爱事先做好盘点的工作。台湾有家己的期待，也应该确实了解美国需要的部分。另外，台湾已经真久无参加国际谈判，谈判人才方面也爱优先安排。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到 Keith Crutch 来到台湾吼，其实有淡薄仔较犹豫的所在，就是讲吼，咱看到 AIT 在8月32日的时阵，就已经讲是 Keith Crutch 要来做一寡这个主持啦吼。但是尾手真正是咱讲咱的这个官员离去甲因的这个饭店内底吼，所以有人就讲你是求见求见啦吼，到底是毋是安尼吼？咱先搁请 Jerry 啦吼，真正是求见吗？还是咱讲本地就这个机制，只是吼过去袂使讲的秘密，这回才安尼来进行。我感觉讲求见是伤震动啦，就毋免安尼讲啦，因为阮过去伫美国啊、伫欧洲，有当时阵较重要的会议，嘛是伫饭店咧举行啦吼，所以嘛无一定讲安尼就是咧求见啦吼。啊，确实讲这些 USTR 甲美国国务院是2个独立的体系啦吼，而且 USTR 是这个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的体系吼，美国国务院是另外一个体系，所以你看这个咱驻美这个大使吼，这个 BKIM 吼，伊含这个伫华府这个媒体吼咧啉咖啡时，伊就有讲吼，这是吼这边吼，这个Keith Crutch 来台湾吼，咧谈这个代志，其实甲这个过去咱长期咧推动这个，不管是 TIFA 吼，台美这个贸易投资协定，也是讲这个 BTA 吼，其实无啥物冲突。伊是要讲是个较战略面、较经济面的物件，所以2个部分，一个是 TIFA 加 BTA，另外这个部分是这个咱讲这个经济繁荣网络较战略面的物件，这2个是无啥物冲突但是讲伊来正经哦，台湾有真侪媒体可能对这个部分有过高的期待啦。过头期待可能有淡薄咧炒作讲这边，因为咱单位单决定讲为美国。进口这个猪肉嘛，所以我是不是要用这个来换这个吼？但是我感觉讲，其实咱驻美代表
头脑拢真清楚啦，就是讲即个吼经济繁荣网络，其实我来看，可能是比即个 TIFA、比即个台币、即个 BTA 更较重要的物件。OK， 所以咱嘛是头拄有新闻内底有看到吼，讲爱盘点咱家己即个优势吼，咱若要甲美国搁做合作，咱搁有啥物优点，咱继续请院长。其实我大先有甲各位报告吼，就是台湾伫咱迄落国际迄落供应链，咱的管理吼，咱是算世界一流的。OK，你甲看迄落 WEF 吼，世界经济论坛，伊就讲台湾是全世界第4个创新的国家。美国是服务的创新。是。你甲看瑞士甲迄落德国，因拢是迄种的工艺吼，迄种的工匠迄种的精神。台湾靠啥？咱台湾就是靠供应链的管理，所以大先这有讲啦吼，其实我感觉迄个 EPN 这个网络未来会愈来愈重要，是，因为EPN 伊主要切入的角度就是经济安全，经济安全这真重要。但是咱嘛看到讲即阵吼，咧话讲这个网络的安全也好啦，这个中共嘛话头先哦。伊话甲做是另外一回事。不一样啦吼。所以伊这包括迄个经济自由、开放、透明、公平，公平。你甲看这拢是阿公拢做袂到。OK。对无？伊较早就是无公平的迄个补贴嘛。对啊，头一寡资料啥物货，对啊。所以美国毋知遮气愤。所以这边的 EPN 吼，台湾我个人认为真紧的会入来EPN 加迄落大先讲迄 BTA 是无共款的啦，迄无共款，因为这边迄落厝经来讲的8个主题拢是迄落国务院负责的，其他 BTA 是迄落贸易代表署USTI 负责，所以这是无冲突啦。OK， 对。咱继续要来看讲吼，其实咱头段嘛讲到吼，这个 EPN 吼，就是讲这个经济吼，这个欢迎这个网络啦吼，台湾会当真做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关键，就是嘛是会当看到讲中共你的这个态度是啥物啦吼。咱嘛是讲过去咱真正西进甲有影严重啦吼，但是这回因为这个武汉肺炎好理解在供应链定住啊啦吼，但是这回咱嘛看到讲也是有人。直直要去西进啦吼，西进就是咱看到海峡论坛文江这个部分啦吼。头拄咱已经讲到《环球时报》这个胡锡进伊所讲的吼，伊讲吼这个巡航的这个飞弹都要炸过来台湾。咱嘛看到讲，这回这个海峡论坛吼，头拄讲还是武协，文讲是啥物呢？就是讲国台办主任伫咧这个9月20号厦门开幕的这个部分吼，伊就讲吼头一摆甲台湾人士来见面吼，头一摆毋是这个全国政协主席来。这个会见吼，中国国民党嘛无派员出席啦吼，是上领的这个海峡论坛。另外咧，这个中国吼，这个全国政协主席王勇吼，伊讲吼台独是绝路啦吼。其实因讲的话拢是这个罐头吼，大概拢是讲差不多意思的啦吼。伊讲吼，伫某一寡这个外国势力间中吼，台湾只不过是中共吼这个。咱讲以这个旗啊，这个旗帜啦吼，世界上敢若有一个中国，两岸同胞拢是中国人吼，佮用到这个9·2共识要来促统一啦吼。另外，这个中央这个19代这个台籍代表吼罗立安，伊讲病毒无可怕，上可怕是台独啦吼。新党主席伊伫遮吼讲啥，大家爱放下所家己坚持的这个部分啊，做伙互这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这个内容协商来实现吼。继续咱要来请教理事长啦吼，头拄咱讲武协这个部分，尤其咱嘛看到讲这个经济，咱甲这个台美吼真好的这个对话这个机制，但是这个海峡论坛安尼文章背后是啥物意思？我先来讲这个啥，这个克拉克哈，伊在台湾哈，其实吼当初迄个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哈，伊找伊做副卿的时候，是有一个重要的责任。这责任就是说，你爱甲迄个啥做好5G 啊，甲半导体，这爱做好。意思就是啥，咱会记的哈，9月15度啊，迄个啥，美国下令这个华为哈，会使迄个互伊的这个5G 半导体嘛。所以这摆哈。特别对迄个张忠谋去食饭吼，这是表示讲，咱甲迄个美国有一个啥，有一个保障啦，吼，一个承诺讲，我即马半导体吼袂供应这个华为。OK， 你就知影嘛，这意思真明显啦吼。对，华为即马无
半导体，伊即摆要安怎咧生存落？是。咱有一个今仔有一个新闻，一个笑话讲，即个任正非啊，就是华为的迄个头家吼，伊就讲，啊你即摆啥？即个阿强啊，就是迄个习近平讲，咱因要投资偌济啊，45，差不多45兆给咱台湾代表吼。要投资这个半导体啦，啊，林正辉甲讲吼，即摆唔是钱的问题，要发展这个晶圆啦，啊，这个唔是钱的问题，咱爱投入的是啥？数学家、物理家、甲化学家。但是安尼就慢规个世代去啊。啊，因为这因较早伫迄个文革的时候，不管是数学家、物理家、甲迄个化学家。拢受掉了，是，所以因咧拢断层。咱台湾的好处用咱的迄个啥，迄个培养哈，这个教育哈，把这拢培养出来。所以这是要靠头脑的，这不是为钱，迄个啥堆起来的。是，所以迄个啥，这个半导体，咱即马台积电会当安尼直直微电源咧创。哦，咱即马个今仔那个有一个新闻讲，哦，2奈米哈，已经在发展出来啊！是，哦，所以这个情形就是讲，咱台湾已经甲迄个啥，甲美国讲好啊，的意思讲我已经徛对啊，我起码半导体这个物件、晶圆这个物件发展我徛对，徛伫这个美国，我即马无选这个红色供应链，OK，即强我这边的哈。好，咱即马这个等来这个啥，这个海峡论坛，海峡论坛这个问题，这问题来讲呢是，即马当初的是，就是啥？国民党要派人去，为什么因要用一个求和？其实我硬在想吼，这是阿强啊故意的啦，挑地讲的。伊就是不爱互你迄个啥，迄个国民党去啊。因为你想看卖咧，伊19号、20号开幕的时候，这个啥？王金平率带队去，他们在讲和平，伊即摆顶完了，18号来18只，19号来19只。OK， 就是当初的人想讲，哇，今仔是9月21呢，叫我到921的21周年呢，是，敢会来地动山摇，哎呀，无啦哈。所以这样的情形的是，咱会来了解讲，这个啥，这是我感觉是迄个阿强啊故意吼，塞一个迄个啥。一个绊脚石，互你记得啥？互你家己去，叫你挂落安尼，然后叫你买。是，我是要安那飞机要安那甲你武吓的。OK， 所以我问题就讲吼，这个人要来求和，好你家在国民党嘛无去啦，吼，无这个和平的这个和，到底伊要安那个派军机来的意思安尼啦。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感觉这是内底有讲好无，我是唔知，但不过迄是互相。有一个迄个啦。OK， 到底这个国强吼，有这个另外这个合作啊无吼？针对这个。对啊，因为你看卖这个王阳吼，虽然无去迄个现场，啊，毋过用视讯在讲的是来讲，你大家台都是一条死路啦。这摆讲甲足歹呢。是。较早是迄个啥海峡论坛拢是啥一个和平啊，一个欢乐的迄个。亲像大拜拜这个见面安尼大拜拜的会啦。所以代表讲咱讲。台海这个真正，所以拢较早拢讲好话啊。你看今仔即摆拢讲歹话嘛。是，但是咱嘛有看到讲吼，真侪这个报道啊，是评论拢讲吼，其实中共吼这个战略吼也是输美国吼，也是输咱台湾差一代啊以上的这个部分吼。嘛有人讲吼，这回因18号、19号因是做一寡这个演习，但是美军的这个动作其实吼，因的这个动作是做一寡这个吼真早吼，你阿强军机飞起哩，我就甲你翕起来。这个证据的这个收集，才是这个美国。其实我嘛感觉吼，阿强甲美国拢讲好啊啦，嘛讲好啊。意思是讲，你人来吼，我已经要个啥，要做这个飞行机吼来做一个武器啦。OK。所以你看美国自然的攻击这个啥低调啦。你看迄个阿扎尔来时吼，坐飞行机有美国的国旗。这回这回无啊！这回这个飞行机，伊美国的迄个啥，这迄个官员吼，因坐飞行机吼，拢有迄个有阶级之分的啦。所以结果你看卖这个啥，早较大，还是刺青较大，就做歹分的啦哈。是，一个是国务院的战机，一个是雷哥的战机啦。国务院所代表的是一个外交，
政治的意义较大。是。所以你若讲啊，一个厝境来，啊，你坐一个啥，一台有迄个美国国旗的这个飞行机来时，迄意义就完全。咱请 Jerry 啦吼，你对这个外交战术更较了解啦吼。这个有国旗无国旗，尤其有人吼讲这回这个 Keith Krach 来到台湾无国旗是一个商业包机啦吼，你安怎看咧？伊飞行机顶悬无国旗，我咧看是有淡薄奇怪啦，因为顶本阿早来是有国旗啦，啊，伊这边是挽留包机嘛，啊，这个伫美国有真侪好野人，伊拢有这个商务包机嘛，所以这边来无国旗，我感觉因为政府嘛无解说啦，但是美国国务院有发这个新闻稿啦吼，就是讲。伊代表吼，这个国家来参加。这个新闻佫是伫这个出境伊飞行机起飞了5点钟才公布，而且这个新闻佫非常的短，但只有4行吼，当4行尔，所以感觉足奇怪。伊应该是本来伊新闻佫可能写一篇，啊不一直改。一直删安尼，到尾delete，到尾是剩4行啊，所以我感觉是有淡薄仔奇怪。你嘛会当去看着讲吼，美国国务院对这边促进来台湾到底要扮演什么款的角色，应该是有真侪讨论，啊，这讨论一直到促进飞行机起飞了，才决定讲伊要做什么款的代志，伊应该是安尼吼。所以伊这边伊来到台湾。几乎没有公开行程嘛，拢伫这个万豪饭店内底做一寡 meeting 嘛。啊，伊到底伊见了像，伊见了有哪一些企业家这个美方嘛讲也不太方便对外来宣布嘛。所以种安尼看起来是有淡薄仔奇怪，但是我感觉讲无要紧啊，毕竟吼来者是客啦。啊，这边出境来哈，虽然讲。AIT 8月31号这个新闻稿就讲，这个促进要来主持这台美经济甲商业这个对话，但是伊无讲是这边要主持嘛，所以嘛有可能讲后边会来主持，而且这个地点嘛无定伫台湾啊，嘛有可能是咱的这个部长，咱这个院长去美国甲这个促进来谈嘛，所以讲咱对这个外交要有这个信心，因为毕竟吼。我们现在面对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啦，啊，中共这飞行机随时都有可能会拍过来，所以我感觉讲吼，咱过来这个政治蓝绿的攻防哈，会当较少的啦，较少的吼，较少。OK， 所以咱头拄仔已经讲到，这个11月初3吼是一个真关键的时期啦，头拄仔已经问过 Jerry， 继续来请教这个院长啦吼，11月初3真正是一个大关键吗？你认为咧？我大先有甲各位报告吼，其实对中国的态度，我是经济迄落，对我研究这啦吼。其实大先主持人有讲，就是供应链这个部分，吼去中国化。OK， 哦，无可能全部啦吼，讲全部甲中国供应链豆啊，啊其实因为中国是全世界第2个经济体嘛，吼，所以你讲甲中国的供应链甲切落断，吼啊完全。家己重新建一个吼，这短期内是无可能的，对，无可能吼。啊，11月3号，其实这是我感觉真关键，吼，免哪讲吼，就是讲较早，因为民主党吼，就是较早克林顿吼，互中国迄落关税迄落最后国待遇，啊尾啊佫甲塞入去 WTO 嘛，吼，啊尾啊台湾嘛佫入去，吼，啊其实大先咱讲吼。讲是一回事，做是另外一回事啦。伊加入 WTO 了，承诺一寡要开放的拢无开放，吼啊，所以这嘛是吼，美国足切心的，是，吼，所以啊，毋过民主党一般来讲嘛是对中国是态度较软一丝啊，吼，无像即马即个川普共和党遮硬，吼。啊，当然啦，大先讲吼，即马因为11月初3，大家拢摕中国来拍做这个题，吼，议题来讲，吼，11月初3了后吼，不管是川吼连任，还是拜登起来吼，其实我感觉甲台湾的合作拢未改变。OK， 吼，对，特别是经济合作这个部分，对，既然促进来啊，吼。啊，代表就是新的迄个里程碑就对啊啦，吼，因为较早几十年毋捌安尼啦，吼，而且就是
其实这跟咱美猪美牛这有关系哦。虽然无讲承诺讲你一定有 BTE 通啊签啦，啊，不过其实这因为这其实早晚拢爱开放，是哦。咱牛肉嘛食真济，内底拢有瘦肉精嘛吼。啊，猪肉是讲其实猪肉占咱台湾的迄个市占率，美国的足低1.3%尔。是。对。啊，美国毋是讲所有猪拢是有掺迄个瘦肉精啊，差不多22%。是。哦，22%你甲乘以1.3，吼2%，其实咱食到迄几率足低。哦。其实有食着嘛是无要紧啦，因为牛肉嘛是大家拢食啦。OK。这是因为美国为虾米一直强调讲爱开放？因为伊是伫台湾迄个猪肉市场争取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尔。对啊，伊也无讲叫你一定爱买偌济，无像讲咱猪啊无，哦米啊，哦咱加入 WTO 了，逐拢爱进口14.4公吨入来，一定爱买哦。啊，不你猪肉我开放，我无一定甲你买嘛，对啊，伊只是讲。你爱温住我入来，其实上要买无要买，伊美国无咧管啦，对啊。竟然就是咱即摆已经我开放啊，吼，就是开放9月7日开始嘛，是，毋是迄个每年啦，每年元旦开始，是。开始了，我感觉台湾甲美国吼进一步的产业甲经济合作，会慢慢展开，会慢慢展开啦吼。这是咱较望的吼，虽然有人讲吼，过去这个阿扎尔。伊登去了后，咱就随有这个美猪美牛这个议题啦吼。有人讲 Keith Krach 这回来甲台湾了后，连面可能一礼拜后，可能佫逼出什么物件吼，嘛是有可能的吼，有人咧讨论吼。但是咱嘛要看到讲，这回 Keith Krach 来台湾，咱强基吼，自去年开始，就安尼起无空尤其甲8月时阵、甲9月时阵，拢是安尼来去做啦吼。所以咱嘛，佫一届来去看到讲。这回这个解放军这个军机来到台湾吼，尤其咱过去嘛有讨论到这个歼16啊吼，这个部分第一摆看到尤其吼这个解放军因这个飞行员讲你都无这个台海这个中线，咱等下嘛好讲这个台海中线吼，是咧1999年过去这个海峡吼，这个台湾海峡以西拢是咱的这领空啦吼，嘛是因为因这个空军开始发展嘛看到讲蔡总统伊个回应啥，这中共这个吼咱头嘛讲到国际形象无帮助啦吼，中共你都爱吼家己。较有站在的吼，莫伫起无空。咱国防部吼，这回嘛展现到真济决心啦吼，严重冲击咱这个区域安全啦吼。过去敢若是讲两岸，即阵是讲到区域这个平衡啊吼。另外嘛是秉持着这个无要起无空无要惊你这个敌人吼。咱嘛看到讲全球抗中这个态势嘛已经成型啊吼。德国联邦国的这个国会议员吼，这个伊嘛讲到讲这军机战舰吼。中共伫遮起无空，要甲咱台湾来抢协吼，自由世界你就来徛甲台湾徛共平吼。所以这全球抗中这联盟已经形成啊吼。虽然看到这攻击安尼起无空，但是德国嘛看袂落去啊。继续请理事长。所以德国嘛是出现一个叫做印太战略，较早伊拢无咧重视啦，伊即马开始重视吼。可见第二讲啥，即马规个迄个啥全球哦。所有的迄个战略眼光吼，拢看伊即个啥，印度甲太平洋。那即个印度甲太平洋战略吼，我是感觉吼有一个足重要的战略观啦。美国吼，即马是无希望讲甲即个啥，战争啊准发生吼，美中之间啊发生战争吼，是发生伫迄个北边，比如说黄海啦、东海啦。这个所在，因为这对美国来讲做不利的，因为遐要用迄个啥航空母舰来拍做歹拍。OK。所以伊即马甲迄个战争的范围由来伫倒，由来伫这个南海还是南太平洋，遐较大嘛。所以咱知影是讲，因为这个战略出来了，这个啥较早澳洲伊拢无得啥，拢感觉足安全的啦。是，你看有够正哦。即摆感觉讲足无安全，所以即摆开始一个啥，第一点啥，投资迄个国防预算是比较早加足济。第二点呢，伊开始咧抗中反中就是啦。是啊。即摆差足济嘛，即摆迄个澳洲较早差太济咧。所以伊就是啥，配合即个美国甲规个战略为南方，咱讲明啥是啥？南方来接战，南方接战的时候，伊的好处是讲美国的伊要接战是要用啥航空母舰，你
啊，今晚你嘛是有航空母舰啊，要烧钱大家来啊，大家来啊，比吼。我也卖。迄个啥，去影响到你的国土，是，你也莫来影响我的国土。OK。啊，咱迄个啥军舰也是飞行机拍啊，孙爷得出来嘛。做一个大对决啦。即摆个战争无得像讲较早讲，迄个啥，迄个往临海战术啊，即摆无得靠人咧战争呀，即摆靠机器嘛，看啥人较高嘛。所以为虾米迄个啥，迄个 Trump 都要家己迄个迄个中强的迄个啥，迄科技吼。我甲压掉啊，就无爱互你发展，因为你也咧发展起来了，后摆你你用伫咧战争的机器顶管的，愈比我较先进，我就对啊，我就输你啊嘛，输你啊啦吼，所以美国嘛无要看到这个情形来发生啦吼，所以咱嘛讲到美国到底是毋是要拍这场牌，还是中共因到位吼，真正有讲好清楚无？还是讲已经讲好详细吼？咱嘛是值得咱讲11月初3这大件关键吼，继续来去对查吼。10月经10月惊喜啊！是不是可能是10月份已经定爱升去落啊？你到11月是咧攻击，迄是上慢啦。上慢啦吼。因为你也讲美国要主动的时候，10月拄啊上好伊的迄个发动时间。OK，所以咱来注意的是。